开会。乡公所上星期寄通知给我，说明天要开会。乡公所上星期寄通知给我，说明天要开会。乡公所上星期寄通知给我，说明天要开会。担当，担当，担当。担当，担当，担当。做主干的人，遇到困难要有担当。做主干的人，遇到困难要有担当。做主干的人，遇到困难要有担当。做主管的人遇到困难要有担当。做主管的人遇到困难要有担当。做主管的人遇到困难要有担当。安天，安天，安天。安定，安定，安定。人要有安定的想法，怎做得去做自家有兴趣的事情。人要有安定的想法，怎做得去做自家有兴趣的事情。人要有安定的想法，怎做得去做自家有兴趣的事情。人要有安定的生活，才可能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人要有安定的生活，才可能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人要有安定的生活，才可能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朴素，朴素，朴素。招数，招数，招数。我唔知要用乜嘅朴素來應付佢，做得搞挨莫。我唔知要用乜嘅朴素來應付佢，做得搞挨莫。我唔知要用乜嘅朴素來應付佢，做得搞挨莫。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招數來應付他，可以教我嗎？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招數來應付他，可以教我嗎？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招數來應付他，可以教我嗎？呀妹，我用的本寄咗看，小武大底嘅錢，我喺老家屬講啊，韓國幾冇錢，我要請多幾，就算我唔輸錢，呀，我應該請發總司。咩波呀？唔會發總係第一，與媽媽見面很做的，不過輸了腳團體咧，你唔會不太提。條拜師傅嚟補太啲嘅時間，我都要做嘅天數，我整完咗嘅啦。就嗰個羽毛小姐，先個同意做咗嘅。我同意，同意做。好啊，咁你我看一下余媽媽，先生最後同意。用乾做的，唔是等佢發種落去，我講太多嘛，股票生意用是很低呢。阿爸也唔知委娘的想，先處理也冇乜解唔好啊。然後阿妹嘅態度是不好，不論對阿爸還是對離開嘅阿妹，全就會正面嘅。再講，坦白講，我相信對先係好嘅。唔看啊，阿爸唔驚睇，阿妹好掂掂嘅。